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0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日伫台中新起的仓库藏火烧，造成9个人死亡，市政府要求停工。调查人员指出，是3楼时间的火珠仔落到地下室引起火灾。立法院今仔排定要商讨选罢法，冲突是不断。中道院长韩国瑜宣布开会要举手表决，外口民众甲警察嘛有冲突。4月初3，华人大地震，台九线苏花公路下清水桥重启，公路局刷去宣布讲工程已经完成，恢复正常通车。来看昨日台中新起的仓库火烧，造成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台中市政府是要求停工，爱限期解释，买来处罚。另外，造成空气污染的部分，买搁再处罚。调查人员早起嘛去现场勘查，指出讲是对仓库的3楼在进行金属切割的时，火珠啊落到地下室，一寡玻璃拢帮导火，所以引起火灾。消防局的车驶入去厂区调查，专连伫台中大道的仓库新建工程19着火，造成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大型的公安意外，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是工人伫3楼用扶浪达作业的时阵出火车，火车落去地下室，造成破裂洞着火。有员工在3楼做相关的金属切割，产生火花，然后掉到1楼的整个途径我们今天还要再去做厘清的动作。劳动部职安署和台中市劳检处20去现场勘查，初步认定营造施工的单位违反职安法实施的规则，无共工程之间综合管理嘛有做无好势，先下令停工。所得来调查，若准是事实，会当照施工的项目，逐项罚上当30万。远离一些燃烧物，再来就是火星要有一些防火毯把它保护起来，因为火花会跳。而且它这个是挑高一旦发生火灾是有烟囱效应，是非常可怕，而且又密闭，那不完全燃烧，人就逃生就非常困难。都发局依违反建筑法第63条，未有维护安全、防范危险及预防火灾之适当设备或措施，除依同法第89条裁处新台币9万元罚款外，将依工地火灾 SOP。函释勒令停工及限期改善。台中市府另外依照违反建筑法第63条，无防范危险甲预防火灾适当设备或者是措施，罚9万块。若导火产生 OM、PM2.5 的高度，一入户公尺来到1517微克，嘛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甲67条，罚10万到900万。烟雾本身的那个粒子对肺部的一个直接的伤害，那这些有时候到最后患者或许有长期可能还有副作用，并发症包括纤维化等等。目前受伤的8个人状况稳定，拢遭受伤。病院患到 ON 的幼粒仔，会造成患者肺部纤维化等等的并发症，就要继续追踪甲观察。记者尤明芳、平焕群台中报道。这2-3天，台湾发生真侪件仓库抢房火烧意外，桃园有门的家乐福，还有海霸王集团伫高雄的仓库火烧，拢造成真严重的损失。去年4月，莲花食品中华北斗厂火烧，佮造成9个人死亡。有专家建议讲，业者应该针对抢房的特性来制定防灾甲应变的办法，嘛应该加强相关人员的应变能力。大火烧起高烟摊，几啊公里远，连中华拢看会到。全年位伫台中大道的新起的厂房也未完工，19号下晡就发生火烧厝。全年讲会协助营建商配合消防局来调查原因，也毋过这个火伫摊烧，环保局启动空气品质的监测，评估这个火灾高烟恐惊影响风尾、中华甲云林。经由模式模拟整个烟尘的轨迹呢，今天的气象条件除了影响大陆区域以外，下风处的彰化县，甚至彰化以南的云林县都有可能略受影响。那台中市环保局呢，已经提醒下风处各县市相关单位。仓库顶面清楚高烟，台湾去年发生几啊层抢房加仓库大火，亲像2002年桃园家乐福杨梅物流厂的火灾，烧掉一座智慧仓库，也有7家海霸王集团伫高雄镇定的仓库也被烧起来。专家以去年莲花食品中华厂大火为例，导火原因是油煎机周围吸湿配置无适合，适用油火灾利用化炭被火起。点出多数业者无因应这抢房的特性来制定相应的防灾甲应变的做法。我们现在大概只会告诉你，你闻到烟味要去查，可是几个人要去查，多少时间里面要查，怎么查，这些没有人在讲。现在的操作就是只做到量，缺乏包括灭火的训练，怎么去判断这个人具备灭火的能力？
消防教育训练不足，可造成民众做出错误选择，造成伤亡。专家讲，灾害发生绝对不是单一的因素，除了加强并且落实应变的训练，嘛要制定灾害应变的评估标准，才有法度伫事故发生时做出正确的处理，尽可能来避免伤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今仔要并选罢法定修正草案的三读，因为进前伫委员会1分钟就把选罢法修正草案送出委员会，引起争议。民进党团昨暗的进入议场占领主席台，国民党立委今仔早起9点嘛冲入去议场，双方发生严重的冲突。民进党团是强调讲，调解协商还未处理进前会议无效，无应该违法把草案送出委员会。那也是批评民进党亲像在戒严，双方冲突不断。伫中昼11点40分左右，立法院长韩国瑜伫国民党立委的保护上主席台宣布开会。韩国瑜嘛采是讲举手来表决。立法院伫咧20载起，调解立委发生屠杀的冲突。第二场的每一个出口，拢互民进党用椅仔或者是人挡掉底。国民党的立委想要对后门入去，所互人泼水，互冲突是愈来愈激烈。国民党立委廖先祥想要甲人搬开，结果家己无徛在了，倒向徛，尾仔就互人围掉的。有人要甲伊扭起来，有人要甲伊杀倒，结果廖先祥用脚甲民进党立委林淑君验掉了，该几个人变倒，连个目镜拢飞出去。那日个立委肢体冲突，林楚英因为受伤送病院。原来议长韩国瑜是因为无法度徛起伫主席台主持仪式，只好伫咧休困室内边等。没有办法进去主持议事，请问民主国家可以这样子吗？20立法院原本是要处理加严罢免连署的选罢法修正草案，但法官裁判限制提关的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结果全国税收分配在违法修正草案，民进党团为了要阻挡法案通过，为了为立委第10个案破坏议场的玻璃，占据主席台。看这个玻璃被破坏了，然后。这边呢，踩的都是碎片，有没有？看看都是碎片。所以这样不要您迈过来，民进党就是这样打破立法院议场的玻璃。执政党的立委竟然以暴力的方式破坏国会，在国会里面搞戒严，要瘫痪国会对于行政权的监督制衡。法案的版本伫咧选罢法，民进党的立委黄珊珊伫最近就明确的表示，未支持国民党的同意票冠过当选票。因为伫咧宪诉法，民进党也家己提出家己的版本，再加上总统应该伫咧有欠验的时阵，伫2个月内提名保有够。调解的攻防到差不多早起10点30分时阵，国民党的立委已经对另一立委手内夺回主席台。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排定要审讨选罢法定争议的法案，那里立委伫议场是发生严重的冲突。伫立法院外口有青鸟集会，有不少民众的情绪是真激动，想要冲入去立法院，民众嘛甲警察发生冲突。在这吗？还是？走一下而已，刚来来，哦，就因为在对面而已。对，因为我保警在那边，我看一下。内政部长刘世芳一早起就到立法院，将警政署保防组确认维安的状况。因为议场内面调解立委，搁再为了要占主席台，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1号同一天要去立法院参访的日本沖縄话2万多位高中生无法度入去，只个来让伫咧议場外口翕相。なんか入りたい気持ちもありますけど、はい、まあ仕方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聞いてますし、日本もありますけど、やっぱりどっちも自分の国を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があると思うので、ぜひ頑張っ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民間團體所發動的青鳥集會，繼續伫咧濟南路積極抗議，一直到早起10點，講已經有超過1000人。將這上班族一個特別請假到現場。觉得要关心国家发生的事情，然后这是比所有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没有别的，就是要守护民主，守护台湾。如果今天选罢法真的挡不住三读的话，希望民主进步党党团立刻提出宪法诉讼，因为这样的条文明显是违宪的。
民间团体讲，若是选罢法伫礼拜五依法要删除，将会呼吁民进党团随提出宪法诉讼加暂时处分申请来反制。伫咧国民党立委抢会主席台，正在抗议民众情绪升悬，开始甲走拿杀倒，警方是派人解冻。委员加油！委员加油！我们目前既有我们中正一分局，还有大同分局跟文山二分局来执勤，总共警力数大概是200名，还有规划200名警力在各分局待命，如果有必要才会过来支援。负责意外为案的中正一分局，目前是派200位警力，将会看情形，搁增加人力的部署。因那立法院内面是继续由北陆总队戒备。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不管立法院准备要三读通过选罢法定争议法案的民众伫公民团体的小招，搁在立法院外口来表达抗议。伊是要求国民党的总调鲍坤基落台，退回恶法。现场上线的状况，咱连线互台语台记者。是主播记者目前人就伫咧立法院外口最南路的舞台头前。虽然讲即马有到一寡雨，但是现场也是有超过7000人的民众来参与公民团体所发起的青鸟集会，就是因为今仔日的立法院要来排审选罢法，也佫有在违法和宪法诉讼法等等的争议法案哦。其中伫咧选罢法这部分咧，立法已经通过选罢法其中几个修正条文，未来民众要参与罢免联署单甲身份证资料。公民团体认为讲，安尼未来民众愿意参与罢免联署的，唔但会减少，而且安尼嘛会造成讲，无论支持什么政党的民众，要来罢免无适任政治人物的条件，嘛会变甲愈来愈困难。伊认为这对民主伤害是一个真大的伤害。罢免法其实是咱人民甲政党，这政党是无分朝野，也就是讲大家拢有这个权利。未来嘛有可能民进党的表现无好啊，歹势恁阿兄的朋友你都无工具来做一寡代志。发起青鸟集会的公民团体哦，因嘛伫今仔日提出5大项诉求，包括退回3大争议法案。另外嘛，希望讲立法院内底着爱遵守民主定序。另外，因嘛呼吁赖清德总统着爱出面来协调。以上是记者卢尚祖和柯斌杰伫立法院外口的连线报道。再来甲时间交互主播。咱继续来关心阿兵哥为公务机密和中共防起诉，即马佮传出讲，本来警官甲总统无公开行程16号特定人士已经互停止收押咯。有立委是表示讲，咱的国家安全有空旁，要求国安单位着爱启动全面的调查。总统府外口戒备真严，不过即马却传出讲，总统外清德无公开行程，和特定的人士来掌握，包括维安资讯等等。检方伫调查了后，发现讲涉嫌涉密的是一个负责总统维安的部落细组的警官。伫约谈了后，照涉密国家机密保护法这罪嫌，向法院声押准啊。朝远遭羁押，本总队立即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29条第1项第6款规定，予以该员停职处分。并秉持勿枉勿纵、依法就办的原则，彻查到底，绝不宽纵，展现净化团队的决心。负责总统维安的天下第一营宪兵211营，进前才互表出讲有4个士官兵涉嫌被公务机密和中国防起诉，即马佫发生部落的警官涉嫌盗窃总统的维安机密。立委认为讲，这表示讲咱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已经出现严重逼迫，要求国安单位应该是启动下部会全面调查。连续这样子那么多的事件发生，我认为国安单位必须要跨部会，不管是警、县、军，全部都要跨部会来彻底来被检讨一下，来看看说他们到底做一些背景审核的部分有没有出现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的正副总统的人身安全受损的话，那受损的会是整个中华民国的整体的国民的利益，所以该严审、该严查的，我们会全力支持国防部来严查，但是千万不要办了老半天，没有办出结果，没有找到真相。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辉表示讲，总统府尊重司法程序的进行，对个别人员涉嫌违法，唔那是伤害，并且是正拍拼的国军和警察团队，佮伤害个人和国家。国安局和总统府会依法来定处，绝对袂安尼就准拄煞。
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审判阶段，总统府尊重司法的程序进行，而相关单位也会全力来配合后续的司法侦办。国防部长顾立雄讲，会持续来加强官兵的保防意识，而且进行风险管控的作为，来反制中国的渗透。国安局嘛发声讲，特勤中心是持续要求维安任务的编组人员遵守法纪，若是有违反相关规定的，依法来查处，绝对袂轻轻放过。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德因为金华城顶案封羁押禁见，郭文德申请解除禁止，同时嘛提出民众党主席的辞职声明。台北地方法院是认为这无影响到检方的侦办，今仔已经裁准了。台北地方法院是认为郭文德辞职声明有法律的效力，嘛无影响到检察官的办案咯，嘛无串口径、消灭证据，所以已经准了。也毋过民众党是表示讲，即马阁还未收到主席文件。嘛，强调讲，党的事务就爱经过内部开会来处理哦，毋是由法官来宣告，就判定讲主席已经辞职了。咱再来看今年的中秋，台东有民众食台仔粽食物中毒，造成4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台东县地检署的检察官调查是指出讲，是一个83岁白粽的阿嬷，伊无细力去造成的。这阿嬷家己嘛食到有毒的粽，已经过往了，所以即马专案终结。今年中秋节，台东县金峰乡林木部落发生族人集体食台仔粽阿拜食物中毒，造成4个人死亡，8个重伤。其中做台仔粽的83岁姓詹的妇人人，嘛食一个死亡。目前还有1个人也昏迷伫台东病院治疗。当时初步研判可能有人下毒。经过台东地检署3个月过侦办，是台仔有极度农药托付松，暗过无发现因为故意也是过失等刑事犯罪事件，20宣布结案。第一点呢，征信使者是亲自制作这个阿拜，本身当然没有自制这个有毒的阿拜又自己食用的合理可能性。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访查了征信使者，他的家庭关系很良好。跟社区亲友的关系也很紧密，也没有与人有结怨。台东地检署说明，做台仔粽姓詹的负责人，是甲2年前亲友送的有托付松的台仔，这是要来整台仔用的。负责人这回也袂记哩，就甲厝内的台仔甲做伙做台仔粽阿拜，毋是故意的，而且台仔去染着托付松，这是农民普遍用来保存做种的方式，所以嘛无犯罪的目的。征信使者误将这一笔混合物跟自家的小米存放使用了，好，因此检察官认定这个提供的行为跟死亡结果之间是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好，食台仔粽阿拜造成中毒死亡案件，造成外界对于台仔粽食用的安全疑虑。即马台东地检署查明原因，嘛呼吁民众做食物的时阵一定要注意来源甲用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岛南去年的8月，一个33岁姓杜的查甫人伫厝内放火，造成爸爸、小弟，佮有爸爸同居人的查某囝死亡。昨云林地方法院1审是判伊无期徒刑，这爸爸的同居人是无法度接受。云林地检署嘛表示讲，收到判决了后，才看敢搁要上诉。去年8月，云林岛南发生3个人死亡的火烧案，头路无稳定的33岁姓杜的男性，甲老爸同居人姓刘的妇人人，因为钱项的问题起冲突，伫咧厝内点酒精果放火，了后随走去。大火造成爸爸、弟弟甲姓刘的妇人人的查某囝3个人死亡。云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12月19下晡宣判，姓杜的男性，互人判无期徒刑，替代公权1世人。宪判制的这个意旨之下，其实必须要讨论是不是符合最严重的罪行哈。那只是在这个检察官的举证上面可能没有办法让国民法官法庭认为已经有陈升到这个直接故意哈。云林地方法院表示，这案国民法官法庭经过充分的讨论，毋过无加判死刑，是照大法官宪法法庭113年宪判例第8号判决的要求，必须是上严重的罪才会当考虑。加上检察官证据无够，互国民法官法庭无法度认定是直接故意，所以无法度加判死刑。这为什么不是死刑啊？为什么还是无期徒刑还是会出来，不是吗？本署将在收到本案判决之后，看本案的事实认定有没有问题，再决定是否要提起上诉。针对法院判决出来，姓刘的妇人人表示无期徒刑，要是会放出来，其他的无想要搁再讲。也若云林地检署是讲，这个火烧案造成3个人死亡，甲被告判死刑、无期徒刑，会等受到判决了后，才研究敢要搁提起上诉。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零牛奶的政策引起未少的争议。农业部长是表示讲，因为各界无共识，所以这学期结束，这项政策就会先暂停。陈教总是表示肯定，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呼吁讲，政策应该重新来检讨，为着学生的健康牛奶应该嘛是爱个继续提供。办到这学期结束，那下学期就停办了。农业部伫行政院会后记者会证实，特办啉青奶的政策办到这学期，并且坦白讲，家长、学校、县市政府、产业、教学、教育团体各界意见拢无同款。我们因为也没有办法取得由中央继续办这件专案的支持，那所以其实昨天有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就停办的决议。侪摆表达反对特办啉青奶政策，陈教总肯定正义，有甲苦劝听日去停办。讲到政策实施以来，学校拢真痛苦，干了学校的作息，影响学习的品质。批评立意良善不一定就是好的政策，希望莫搁安尼做咯。要在教育现场去落实或去执行，一定要以这个事件为戒，不要动不动就要教育现场去做执行。做的一个策略不对的话，会产生一些反效果。强调囡仔该节列出不足的当时基金会是表达遗憾，因为这个配套的做法无沟通好，造成政策推动做无困难，呼吁重新来检讨，继续提供有需要的学校也是囡仔，确保囡仔会使得到有够营养。我们是热量过剩、营养不良，就是有需要的人，你来申请，我没有强制哦。对于有需要的人来申请，可能就不会有这些乱象。另个协会也表示遗憾，强调囡仔的健康一定要照顾，建议政策修正了后重新来实施，组长应该配合这营养午餐来供应母婴。我觉得要做就要把它做一个正规化，然后常规化，才能够真正做到照顾学童的健康。对着确保囡仔营养健康，教育部国教署讲会继续加地方政府甲学校来努力。也若有算，农业部讲专案计划编7亿1千万的执行完，另外原先编列4年44亿补助，会去规划对产业上较有帮助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关公司统计指出，讲去年来台湾的旅客消费的总额是有2700亿哦。观光客平均一日伫台湾消费5900块的台票，也毋过阁无疫情进前的水准。交通部目标伫2025年明年哦，一人一日伫台湾的平均消费是当来超过6300块。游客唔惊天气冷，排队买单好食的料理。来台湾省除了食各种好食的料理，买物件行程是一定会有。这个对的，食物啦，你们的伴手礼很好吃。To see the clothing. 衣服呀。My wife wants to get some clothing. 观光署针对112年来台湾旅游市场做分析，伫今年总共有648.7万的国际游客来台湾，甲疫情进前比，游客平均停留的暗数增加1.9万，每一天平均的消费是180多块美金，换算台票差不多5900，甲疫情进前比减差不多7.78%。交通部怎么定出一个目标？希望2025年来台湾的旅客每天消费才到195块美金，差不多台票6300。要若要安怎提悬旅客买物件的动机，观光署已经开始规划。台湾的一些精品，其实我们在也做一些市场调查，我们的免税商店里面的酒跟名牌包其实是最便宜的，甚至跟泰国做比较的话，我们都会比它还便宜2成。观光署讲，希望会让有更加侪无共相关有特色的伴手礼来刺激消费，会甲经济部商业署合作。因若今年来台湾的观光客估计会伫咧750万人到800万人之间。未来希望会让加强行销，吸引来台湾的旅客停留的时间变较长，增加消费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洛杉矶总统普廷昨表示讲，随时会当甲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见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伫后面的理事会嘛表示讲，望川普会当甲乌克兰徛伫同一边。也毋过目前川普是拢还未回应。普拉西总统普廷19日将记者会超过4点钟27分，会谈数十个国内外问题。伫到乌克兰战争方面，伊表示，军队咧向乌克兰主要目标行。Речь идет не о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не на 100, там 200, 300 метров. Наши бойцы возвращают территорию квадратными километрами.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каждый день.
昨天也讲到进口树新型嘅因素非大，11月1日向乌克兰第二波罗区发射一粒进口树，西方国家对伊威胁是怀疑的态度。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ь туда все свои силы ПВО и ПРО, а мы нанесем туда удар орешником и посмотрим, что будет. Мы к такому эксперименту готовы. Готова ли другая сторона? Почему такое название? Честно, не знаю. 普京阁安怎看待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所讲的促成乌克兰和平协议？ Вновь избранному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когда мы с ним встретимся. Ну, во-первых, я не знаю, когда мы с ним встретим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об этом ничего не говорит. Я с ним вообще не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 более 4 ле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布鲁塞尔参加欧平理事会时阵表示，对于要上任的川普有话要讲。What emotions? Welcome, Donald. I want very much to have him on our side. For me, it's very importan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him more details about this war. Putin is not adequate and he's very dangerous for everybody. I think he's crazy. 泽伦斯基表示，就未来并靠这样展开停火谈判。乌克兰当然想要和平，不过需要强大安全保证，若无只是将冲突冻结。公司新闻安文玲报道。来看越南的河内有一间卡拉 OK， 10点半暝火烧，造成11人死亡，2个人受伤。警方抓到一个大约50岁放火嫌犯哦，指出讲这个嫌犯甲店员冤家买汽油去放火。因为酒吧内底规涂骹拢是泡，建筑物规个拢火火烧甲乌臭焦。这是伫咧越南浦台一间3层楼的卡拉 OK 酒吧。 18项突然间导火，火正紧就炭烧到规栋建筑物，有真侪人客掉伫咧店内无法度出来。消防队赶来了，救出7个人，2个人送病去。不过尾也发现有11个人死伫咧内面。我ra cô mở cửa thì cô thấy cột khói nó lên, kinh quá cô chạy lên cô gọi cháu cô. Đấy, có mỗi 2 bà cháu ở nhà, cô gọi cháu cô là bao nơi cháy rồi, hàng xóm cháy rồi đi xuống mau lên. Cô mới hô chung quanh là. 当局宣布抓到一个差不多50岁男性嫌犯，警方的声明讲，嫌犯承认伊家店员起冤家，尾仔就买汽油，抛伫咧酒吧1楼的一台乌托邦了后点火。有目击者讲听到爆炸的声音，还佫闻到正臭的汽油味。Dãy xe máy ở ngoài khoảng độ lúc bấy giờ nhìn khoảng 5-6 chiếc, bùng cháy dữ dội luôn, chặn hết cửa. Phải đến khoảng độ 15-20 phút sau thì thấy có một người ở trên lan can tầng 3。伫咧越南人口多的城市，常常发生火灾，佮加上安全标准确定，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效果。根据统计，2017到2020年之间，差不多发生17000件火灾，造成433人死亡。这场悲剧也予越南总理范明政下令彻底调查，严厉惩罚任何违反安全规定的人。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 过来消息来看，今年4月初3，华人大地震，造成大高线苏花公路下清水桥损害。过去8个多月来进行管制哦。公路局今仔就宣布讲，下清水桥中间的工程已经提前完成了，只卖当恢复正常的通车。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没有管制了，就是没有像之前的3个时段，比如说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个管制开放3个时段，我们就没有这个管制了。我们有好几处的一个边坡，我们陆陆续续都还在做，包含明年还有一些那个复建的工程，我们都是采机动管制，通常都是采那个单线双向。 公路局表示讲，今仔开始嘛取消所花的河林到中德段的管制，未来会用机动的方式来管制。嘛提醒民众附近有未少修复的工程，所以就要注意现场人员的指挥，来确保行车的安全。再来看宜兰县大东乡九寮溪自然步道，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有人来这饲流浪动物，环保团体是烦恼讲会造成环境的问题，卖去影响到当地野生动物。 行伫九寮溪步道，我是会看到步道面边放一寡空的塑胶粒仔。环保团体看地仔内底有放饲料，提供予流浪猫仔狗仔食，认为伫山区步道这种的行为并无妥当。可能这野生动物伊本来食物件，这个食性伊都会因为安尼改变。啊，甚至就是讲，伊可能就是这个所在，这个猫仔也是狗仔愈来愈侪，嘛会造成当地这野生动物的危害哈。看
管团认为，老伫遮的塑胶落啊，除了造成环境问题，也造成流浪猫狗啊甲野生动物因的生活空间产生冲突，甚至影响野生动物的习性，也是造成传染病小位。在地居民是讲，遮的塑胶落啊是一个爱心妈妈，固定伫饲当地的流浪猫狗啊收留落来。就是有一个爱心妈妈，她有收养一些流浪狗，她也是四处去喂。在地人表示，记录起的流浪狗有当时啊，确实会惹游客的情形，造成袂少困扰。林保署表示，这种饲流浪猫狗的行为，强姦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会当罚1,200至6,000块的罚款。台东乡公所嘛表示，会加强考劝，避免当地各有饲流浪猫狗的行为。其实它违反到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的规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它的罚则是1200元以上。6,000以下的罚款。我会请那个动物防治所去给他开导，是，然后去给他辅导，然后狗狗们的结扎，还有不管是有人饲养的晶片的登记，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需要再加强。有动保人士建议，这个山区的猫仔狗啊，应该赶紧为山区甲掠走，啊，若无就应该加强猫仔狗的绝育。若是有人饲，嘛应该爱落实晶片登记，避免猫仔狗啊一直生团，这当减少甲当地生态冲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暗时拢会固定点灯，卖配合活动会做灯光的展演。有民意代表是指出讲，高流的电钱一个月就要180万，明年搁变2300万的电钱，实在是真浪费。文化局是解释讲，预算会增加，是因为电价起价咯。黄色阿米亚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甲爱河湾的灯光之下，呈现出甲白日无同的气氛。高流自2021年启用了后，除了暗时的灯火，嘛配合观光活动等做灯火的展演，电费因此真悬。有民代发现高流每年片的电费预算要2300万。一个场馆一整年的电费需要2300万，我觉得是相当的不合理，因为毕竟这个都是使用到纳税人的钱哈。漂亮归漂亮，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归到本质？夜灯音乐表演拢爱用电，根据了解，高流每个月平均电费是180万。照片的预算来看，明年会搁较悬。市民认为，若有带来观光效应，会使接受。一个城市的美观应该是还可以啦。举办活动的话，我觉得对一些商圈的活络，或者是说经济的带动，应该某程度上面是会有一些帮助。财政上面也需要做个平衡。面对这一，文化局解说，费用增加是因为今年电费调整，但场地租出去还是活动展演，嘛向厂商收费。夜灯展演是智慧系统控制，无增加费用。灯光美学设计更是获得民众好评。那每次呢，我们针对各种事件、节庆进行的灯光美学设计、色彩变化，是由灯具做变化，并不会特别增加其他的预算跟费用。高流因为建筑特色甲夜灯变成在地知名的地标，但民代认为相关水电还是维护等预算，拢是人民的税金，要求文化局要检视预算斟酌运用。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最近天气的变化真大，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哦。今仔温度有淡薄回升，气象署是指出讲，受到冷气团的影响，礼拜到拜一温度是真低，台北市区只有13度，中部甲东部地区嘛有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最近北部的天气冷，期间路认真侪人拢爆条条。气象署表示，20日是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有了回升，但是各台明仔载日一冬节会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对下半部开始各地会翻冷，上冷可能会到12度左右，拍算会冷到后礼拜一，要等到后礼拜二24过天气才会较烧热。这一波冷气团影响期间，我们预计在台南以北、宜兰跟花莲有机会下探到12度到13度左右。高雄、屏东跟台东大概在14度到16度，金门、马祖的话则大概在10度左右，澎湖大概在15度左右。原来水汽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受东北季风的影响，20至22日，亲像基隆、台北、宜兰甲花莲较会有雨。过来23、24，因为咱平均下地带会落雨的所在嘛扩大。伫咧这方面的东半部和西半部山区雨水也较高。水汽最多的时间是23号。24号则是一个降雨逐步趋缓的过程，我们预计25号的话会是这一段时间里面水汽最少的时候。
26号东北季风再度的增强，因此整体来说，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又会逐步的增加。联国气象署特别提醒民众，第一透早受辐射冷却的影响，较空旷的所在可能会出现无到10度的低温。气象署已经先针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和花莲发布黄色灯号的低温特报，请民众都要穿防烧。记者卢尚珠、柯炳杰台北报道。来看咱国内新增加2例百日烧的病例，是一站北部校园群聚的案件。12月中开始阁有人获到，相关的接触者拢有考出来咯。今年到今台湾嘛已经有30例百日烧的病例，是2019年以来同期上济。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加2例百日烧确定病例，这是伫北部一件校园烧化案件。这条个案是12岁查甫囡仔，11月底出现发烧、家嗽有痰、食食甲活动降低，后续因为症头无改善，阁就医。采检了后，伫12月12确诊。卫生单位鼓励接触者进行健康监测。家庭接触3人无症头，已经用先食药啊。刚校口接触的16人，其中1个人有家嗽的症头，经过采检，伫12月17确诊。整起的一个百日咳的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到目前为止，总共我们匡列的接触者有30个人，会追踪到1月7号。疾管署指出，百日烧是由百日开杆菌引起的疾病，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目前咱国有提供婴幼儿疫苗，不过疫苗保护力会对时间慢慢减弱，效力衰退了后，感染风险就会可能增加。临床儿科医师指出，感染百日烧初期会有类流感症头，并发肺炎的风险比新冠甲流感较悬，所以若是一直烧未好，都要特别注意。先把其他因素排除掉，验了都找不到原因，但最后我们还是会验百日咳。小朋友大概建议就是11岁以后就可以考虑打。那假如说你真的要好好预防，就是每10年打一次。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全球真侪国出现百日烧疫情相关更严重的情形。咱国今年累计30例百日烧确定病例，其中29例是本土病例，1个是境外移入，病例数是2019年以来同期上悬。提醒民众，若是有阵阵家嗽，还是气咕喘，家嗽了后会吐食的症头，都要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档大学生自杀事件常常发生。教育部推动学生心理假，自商心理师工会今仔嘛公布一份调查，指出讲有2成3的大学生有忧郁的状况，大部分的学生拢支持心理假的制度，也毋过实际上捌使用过的学生是无到1成。大学生伫教室专心听课，除了课业以外，大学生也需要面对生活、经济、人际关系，甚至谈恋爱各种压力。自商心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伫拜5公布2024大学生压力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有23.1%的大学生有抑郁的状况。大学生也指出，课业、未来规划这2方面是因主要的压力。尤其大3必修可能会是比较进阶一点的课程必修，所以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课业压力这样子啊。那如果像大3、大4，你也可能要准备接轨社会啊，准备要去出社会会有就业的需求，或者是要读研究所的需求这样子哦。你可能会会有另外一层的这个出社会的压力。报告也显示，大学3年的学生压力是上悬的，因为这个时阵课业压力大，搁爱思考未来。另外，虽然部分学校有3天到5天的心理假，不过调查报告也显示，有部分学生无清楚心理假这个政策。大学校园里面高达有96%的学生是支持这个心理假的实施，但是只有7.5%的学生呢曾经使用过心理假，而且还有18.2%的学生呢表示说他不清楚或者是不知道学校呢有没有提供。台湾临床学会表示，因逐年拢会收到大学的统计，有忧郁情绪的学生比例是愈来愈悬。自商专联会是表示，面对时代快速变化，大学生是学生，也算是一个大人，双重身份面对各种压力，对因来讲会是真大的挑战。要安怎让心理假、心理辅导相关的政策，会当实际上帮助大学生面对压力的时，有管道关照家己的心理健康，是目前需要非常重视的代志。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健保署的医疗云端系统准备要改版会来增加病人过敏的记录，卖扩大提供给护理师等第一线的医师人员，卖当来使用这套云端系统，望过会当来提升病人的医疗品质。
那插一健保卡，医生就应查到病人看医生的记录、用药啊、加检验检查这资料，为满足医疗团队合作照护的需求，为今年开始，除了医师以外，第一线的护理师等各类医师人员，也透过云端系统查看病人过去的医疗记录。每一次的这个查询记录留下来，然后我们也有治安的查核，定期的会去抽验这个治安的管理的过程上的安全性，所以我想可以请大家放心。为确保病人就医甲用药安全，健保署建立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到即马已经11年，每日平均有113万查询的记录。因应少子化甲明年台湾会进入超高龄社会，今年改版进化做健保云端系统2.0，除了新增加第一线医师人员用云端界面，也增加人工电子耳、心脏血管计压这实质部的查询，避免病人接受自诊造影 MRI 检查时阵损坏。另外，也将药品交互作用等自动比对，针对相关病毒抗体或者是 RNA 检验用生物治疗人，会主动提醒医师安排病人检查治疗。整个智慧医疗的发展以及资讯整合的重要，所以科技也一直在发展。所以科技怎么样整合我们的大数据，然后加速我们智慧医疗用在我们的人民的病人的身上。健保署强调，今年陆续推动真济项照护新模式，比如晚期医疗、在体急症照护、偏乡地区专人整合照护模式等，希望透过健保云端系统结合科技大数据，打造多元的智慧医疗，全面提高病人的医疗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社区大厦海会小组公布2档来的海洋废弃物是塑胶袋、玻璃笼，还有塑胶杯啊上济哦。台南南区的市区生最近一档对国外来的废弃物嘛增加不少。台南市的环保局就表示讲，会来进行粪扫的减量，嘛会加强回收的机制。海丰关系市这阵小学生伫咧台南黄金海花捡粪扫，废弃物的种类各项有。这阵囡仔真有耐心咧净滩，嘛更较了解到环境保育的重要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塑胶的，好像是从一个地方剥落下来塑胶块，然后小朋友实地来操作。捡到的人为垃圾，第一名是烟蒂，然后第二名是瓶盖跟吸管，可以带回去跟家人分享。保特瓶的瓶盖也是一样少用。捡到的粪扫除了粪头以外，上主要的就是粪扫袋啊。根据台南社大观察，这2档净滩捡到海洋废弃物数量上侪，就是塑胶袋啊、塑胶制品、玻璃笼、塑胶杆啊、甲挂等等。而且今年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风影也带来真侪境外废弃物。士官山这边其实比较少境外垃圾，但是因为今年有几个台风，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境外垃圾，包括中国的、菲律宾的、越南的，然后尤其是保特瓶特别多，这个大概都是今年我们看到极端气候影响下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那环保局会进行公拍，将各个海岸线漂流物的现况向各单位进行说明，那由各单位来进行清理。针对海岸的粪扫，台南市环保局强调，市府每个月拢会检讨一届，各权责单位拢会定期去清理，嘛有不少民间团体会来协助净滩。后续会加强宣导，落实粪扫减量，嘛互回收的机制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举办台语抗疫活动，请真侪台语家庭来参加哦。活动专程是拢讲台语，一边抗疫一边学台语，是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这部你可以用的，现在就歹用。这边的人负责起涂药，另外一边的囡仔是负责凹涂，大家分工合作，总算甲涂药起好势。大人开始喝茶，准备来控药。对不少人来讲，控药是细汉时真珍贵的记忆。我细汉的时阵住伫台南的庄脚，所以对我来讲，控药是一个我囡仔时代的记忆。细汉有算过啊，想讲囡仔一定无算过嘛，所以带因来啊。
特胜。甲大家哥做讲台语。控油食材除了有传韩籍以外，个人准备要控卵、控鸡肉。新竹本土记推广协会，逐年都会带民众到水田来办控油活动，哪算哪学习，也做伙讲台语。文化甲语言是分袂开两种物件，控土油这个是台湾足传统的文化，大家拢在讲台语，个算袂晓讲的囡仔，伊听，是嘛都在讲，这叫这个沉浸式的真正式的迄个教育，其实我嘛是较爱用这个纯的活动，较生活化的物件。除了体验趣味的控油活动，也趁机会互相交流，分享家己学台语的过程。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讲，未来会继续办各种的活动，让大家来认捌台语的水。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伊的作品拢是圆点啊，充满幻想哦。台北师大美术馆最近就展出伊的特点，有袂少的作品是头一届伫台湾展出。另外，全球拢真有人气的日本的艺术家奈良美智，伊的作品最近嘛伫屏东美术馆来展览。奈良美智哦，嘛来台湾参加开幕仪式。有黑色圆点的我人色大鸡龟仔出现伫北师美术馆真悬的展览厅内底，经由画面光线照射，要将行伫大鸡龟仔中间感受特别无同。这是北师美术馆再现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伫1998年台北双年展展现的作品。圆点的强逼梦想，即摆有袂少作品头一摆伫台湾展览，何必将看到伊创作的情形。北师美术馆的特色就是因为自然光，就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艺术家这样。包括这个作品，你看，包括以前你们看到甘露水在这里也是一样这样哈。对我来讲，我就是期待光的变化这样。好，那这个作品更是如此。经由原住民美妙的歌声展开展览的开幕式，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继续伊在台湾10年巡店计划，第3站所到屏東美術館，奈良美智也親身出席開幕式。絵は本当に台湾のことを思って描いた台湾っていう僕にとってはすごく南にある国で暖かくて人も暖かくて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想像しながら、描いた絵なんですけど、さっきそこに座ってこの絵をこれは印刷物ですけど、これ見てたら結構本当にいい作品が描けたんだなとちょっと安心しました。开店了后，奈良美智会到潮州来驻村，展期对20开始到明年5月底。展览是用线顶有约的，每题次时间大约40分钟。由奈良美智人气真旺，线顶有约的人数早已经超过1万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6月坐太空船去国际太空站的2个美国的太空人哦，因为技术问题甲安全的理由，是继续留伫太空站。因本地明年2月会当回来，也毋过最近哦时间又搁延后，就要等到明年的3月底才会当回来地球咯。美国太空人威廉斯甲威尔摩今年6月坐波音公司的太空船乘坐飞机到国际太空站，不过因为飞行期间太空船出现推进器故障这问题 ，NASA 因为安全的考虑，决定让乘坐飞机空装回来地球。2名太空人留伫国际太空站，等到明年2月，甲 NASA 9月 Crew 9太空任务送来美国太空人希格甲罗西亚太空人戈布诺夫斗阵回航。这个原定8天的太空任务将变做9个月，没想到 NASA 伫18讲回航的日期还搁再延期。Spaceflight is difficult. It's a lot harder than I think people realize. Like NASA makes it look easy because they just like keep sending people up and keep sending people up, but like actually there's a lot that goes into it, and so sometimes this kind of stuff is going to happen. 原定明年2月载运太空人到太空站轮调，并且甲威廉斯加4名太空人在回来 Crew 10任务团队受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天龙号太空船执行。不过全新的天龙号太空船需要更加多时间来准备，所以讲发射时间延后。威廉斯这人回航时间上紧嘛等到3月底，甚至到4月。时间一直延后，取得各界关心。不过，2位太空人讲，因的身心状况拢真好。Things that we always miss, our families. I miss my 2 dogs. I miss my friends. But you know what? Like Butch said,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on Earth that are sending us messages, and it makes you feel just right at home. 今年11月，国际太空站接受过2批补给，所讲食物、水、衫裤，也有氧气这必需品拢无欠缺。内底甚至也有庆祝耶诞甲跨年假期的物资。NASA 讲，一般太空任务一抓持续6个月，少数继续到1年才久。所讲威尔摩甲威廉斯的停留时间无相大的问题。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耶诞节要到咯，伫芬兰的耶诞老人哦，是真无用的，看各地寄来批信，佮爱去送礼物。嘛，因为今年哦，全球各地是有未解的动乱，耶诞老人嘛希望望世界和平。卡达白色耶诞老人派一大卡礼物袋仔行向落甲车，通知落甲准备要出发去送礼物。一年一摆的耶诞节就要到，达当这个时阵，就是芬兰的耶诞老人村上界无用。耶诞老人无用咧看各地囡仔寄来的批，嘛因为今年全球各地无平静，耶诞老人毋若祝福大家，嘛希望世界会当和平。And I really hope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 that people could live in peace. Because sad things are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all the time. We can't deny that. But I really hope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 that how to live in a peace together around the world. So Merry Christmas. 耶诞老人认为讲过耶诞节方式有真侪种，耶诞邮局内底的精灵无用咧甲数十万封对全球各地来的批落去分类。今年的批当中，甚至阁有对台湾来的。Santa has receiv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etters to Santa Claus main post offic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 far, most letters have arrived from Asian countries like Taiwan and also European countries. Poland would be in top 5 of them. 新人讲，今年大部分的囡仔想要爱的就是吃汤面啊，其中上界普遍的愿望就是希望收到减压球。未少游客嘛去到耶诞老人村去感受过耶诞节气氛，佮摆咧想要甲耶诞老人见面，嘛有寄批予耶诞老人的民众，期待收到耶诞老人的批甲祝福。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译。今仔日冷气团减弱，各地温度拢有淡薄仔回升。拜六会阁有另外一波第6冷气团落南幕，上低温可能无到10度，会一直寒到后礼拜一咯。部分的县市甚至发布甘仔式低温警报，所以提醒民众这几天透早甲暗时若要出门，就爱穿好些哦。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